小狐狸，听姐姐的话，张嘴。啊，就吃一口。听姐姐的话，张嘴。啊，就吃一口。吃一口嘛，特别好吃哦。来，张嘴啊，就吃一口。吃一口嘛，听姐姐话，就吃一口。你吃一口，乖，吃一口，张嘴，张嘴，张嘴。哎，你是不是还不明白，这胡岐山到底谁是最大的呀？姑奶奶喂你，你居然敢不吃？你吃不吃？快张嘴！快你个张嘴！吃，吃！你吃不吃？嗯，快点吃你！吃！喂狗也不能这么喂啊！要你管啊！给我吃！你吃不吃？哎，不许吐啊！吐出来我揍死你！怎么样，好吃吧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慢点吃，看你大哥把你饿的。来，再吃一块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就算吃你东西，我也不会投降的。我没让你投降，也不会让你做坏事。姐姐呢，就是想问你一点事情。哎，不管了，先吃了再说吧。啊。慢点，别噎着。要不要再吃一个啊？